有會員問到咧，點樣先可以唔怕錯失機會？我其實已經訓練到係完全唔會怕錯失機會，因為我經歷過好多啲機會多到根本就捉唔晒，啲賺錢機會根本就多到你賺唔晒嘅時候，成日都會有㗎啦，係咪？所以你首先如果可以訓練到自己就係唔驚錯失機會嘅話呢，咁其實你就手法上你會成熟好多㗎啦。咁另外啦就係過去每一個嘅市場嘅節奏同埋事件呢，其實你係需要好好記錄低嗰陣時你嘅觀察以及嗰陣時你嘅感受。今年4月係一個超級好嘅揮棒時機，但係你記得我講過回報與風險比率嗰個時候係極高。除咗今年4月，再倒上一次就係幾時啊？就係上年8月，喺嗰個時候我哋買咗幾多好嘢啊？跟住一路延續落去11月、8月對上一次係幾時啊？4月咯，再對上一次就係23年嘅10月咯。每次每過幾個月出現一啲嘅市場調整，就重新洗牌。嗰陣時候一定好多嘅 bad news， 好多 uncertainty， 但係你 trade what you see， 你冷靜少少，你喺嗰陣時候多啲做功課，你就會發現到一批又一批新嘅 leader、新嘅 leading group、新嘅強勢股票，每年都一定係有機會㗎。